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1月24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9篇，尼希米记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罗马书12章第1节到第8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活祭。活着就有希望，死了就没有盼望。开心的人对生命有正向的期待，然而忧闷的人失去了动力。就如同箴言17章22节的经文提到，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先知尼希米是被掳的犹大国人，在波斯王的身边呢，他担任了非常高的职务，纠正的工作。听说故乡的圣殿被城墙被毁掉，就向国王请求恩准，让他能够重返故乡来重修圣殿的城墙。他甘心舍弃高位高薪，回乡负责重新建造圣殿，将自己献为活祭。尼希米记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的经文记载了尼希米与王的对话。4个月后，有一天，亚达薛西皇帝正在进晚餐，我倒酒给他，他从来没有见过我愁眉苦脸，所以就问我说，为什么你看起来那么难过？你又没生病，一定有什么事使你不开心。我吃了一惊，回答，愿陛下万岁。我祖先埋葬的城遭破坏，城门被烧毁，我怎能够不难受呢？皇帝问我，你有什么请求？我就向天上的上帝祷告，然后告诉皇上，如果陛下开恩，愿意答应我的请求，请让我回犹大地，到我祖先埋葬的那城去，让我可以重建那城。皇上答应了我的请求，那时皇后正坐在他的身边。皇上问我要去多久，什么时候回来。我告诉他，他就准我走。我又求皇上开恩赐给我诏书，通知河西省的省长们准许我经过到犹大去。我也要求一份诏书给管理皇家森林的亚萨，要他供应我木材，为修建圣殿堡垒的营门、城墙和我的住宅之用。因为上帝与我同在，我所要求的皇帝都赐给了我。皇上派了一些军官和一队骑兵护送我，我就启程到河西省。在那里，我就把皇上的诏书交给了省长和伦城的参巴拉和亚门省的官长多比亚。听到有人为争取以色列的利益而来，就很恼怒。保罗劝勉基督徒应当要好的为主而活着。他说要成为活祭，而不是死的牺牲献祭。因为呢，成为生祭只能成为流血牺牲的祭品，没有生命，没有服事使人得益处，更无法荣耀上帝。保罗在罗马书12章第1节到第8节这样劝勉初代的教会基督徒，这样说道。所以弟兄姐妹们，既然上帝这样怜恤我们，我劝你们把自己当作活的祭物献给上帝，专心的侍奉他，蒙他喜悦。这就是你们应该献上的真实敬拜。
不要被这世界同化，要让上帝改造你们，更新你们的心思意念，好明察什么是他的旨意，知道什么是良善、完全、可蒙悦纳的。凭着上帝给我的恩惠，我要对你们各位说，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倒要谦恭自守，个人按照上帝所赐给他的信心来衡量自己。一个身体是由好些肢体构成的，而每一个肢体都有它不同的功用。同样的，虽然我们有许多人，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体，各自彼此联络，构成身体不同的部位，所以我们要按照上帝给我们的恩惠，好好的运用不同的恩赐，做应该做的事。如果我们的恩赐是传讲信息，就应该照着信心程度传讲；是服务就该服务，是教导就该教导，是劝勉就该劝勉，是施予就该慷慨，做领袖就该不辞辛劳，是怜悯人就该高高兴兴。愿主悦纳我们的服事，使我们得以在基督里成为一体，不求自己的名声利益，彼此连结，成为主的肢体。诗篇19篇，诸天宣布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作为，日日述说，夜夜传播，无言无语，无音无响。然而他们的音讯传遍人间，他们的言语远达天涯。上帝在天空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像新郎走出洞房，像勇士欢欣奔跑。他从天的这一边出来，绕到天的那一边，他的热量普及万物，上主的法律完备，使人的生命更新。上主的命令可靠，使愚蠢的人得智慧。上主的法则公正，使顺从他的人喜乐。上主的训诲透彻，使人的心眼明亮。上主的规范纯真，永远存留。上主的判断准确，始终公道。他们比金子可贵，胜过最精准的金子。他们比蜂蜜甘甜，胜过最纯净的蜂蜜。这一切使你的仆人深受警惕，仆人谨守，获益无穷。谁能看见自己的过错呢？求你宽恕我无意之间的过失，求你使我不至于故意犯罪，不容许罪恶支配我，这样我就能成为无可指责的人，免犯悖逆重罪。上主我的避难所，我的救赎者啊，愿我的言语，我的心思都蒙着你悦纳。主啊，求主你使用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活祭，使人因为我们而得益处。愿主的圣名得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